你甲我闪开！喂，大哥，你即马昏迷不醒，你明来用领导杀人呢？错的是我为父报仇，选好的机会，我绝对袂用去撩伊。喂，是绝好的机会，报仇是趁这个时阵，你闪开，你回来。大哥，你袂用我来，你若是我啦，小妹就做真有你，大哥，何啥物受伤啊？心严重。别甲我闪开！若无，你毋通过来遐无情。行动若无念，手足情，我为何三款牺牲？你若要杀伊性命，就将小妹抬在身。有你毋通逼我！重要的重要，将我投于为父的报仇，你的应该。你命袂情分啊，唔通破坏。玉文啊，你就会闪开啊！林爱啊来啊！袂用，我袂用目睭金金，看你死踮在阮大哥的剑下。叶文，刘浩三是无法度好活过今仔日咯。就算阿兄无台，伊也无办法渡过受狼，甲遐个高手的剑下。因为因拢愤怒，一说附近伫咧搜走出，必定会发现这个破灭。那安尼，刘浩三也是共款死路一条啊！既然如此，因为为我甲着你大哥反目，你也是闪开回来。大哥，大哥，你来救刘浩三，伊若死，小妹妈妈想要我。叶文你，大哥，你若有想要救小妹，你也带先救刘浩三。什么呀？叫我救伊！对，伊若死，我也甘愿要跟伊死。你就是去爱着刘浩三？是大哥你逼我爱，当初是你叫我接近刘浩三，我是叫你假装的啊！爱是无用，就是因为刘浩三伊的做人使我遐尼感动，所以我才会去爱着伊。杨过，刘浩三是咱的仇人。爱无一定爱结合，真诚的爱是奉献、牺牲。我甘愿为爱牺牲一切，甚至我的性命。大哥，你今仔日若无救刘浩三，明仔载你才看无着小妹。迄庙就叫破庙来去找看卖咧。好，
遮。我是发现这间报庙，才去遮。张后山唔走去你遮无？这间庙，你前后有找过无？有，我拢总找过啊。你何山伊？安怎？伊无伫遮。哦。好，咱来去附近找看卖。走。哦，来啊来啊来啊！先生，行李拢给你准备好啊，你是当时要上路呢？我咧搁等阮阿兄倒转来，看伊一面，我才会当放心上路。客山，虽然讲你阿兄无死，也毋过一定身受重伤，毋知伫咧什么所在伫咧疗伤，哪有遐尔紧就转来呢？我一定要等看阮阿兄一面，我才会当放心去行城。客山，你安尼做会去耽误到你的科技，你知影无？我不管，我一定要找目睭，看阮阿兄平平安安倒转来，拢无代志，我才有法度放心去啊。客山，母姑娘，我若无看阮阿兄讲，伊确实拢无代志，我去行城做官，做官是要创啥呢？也毋过你若耽误科技，你阿兄若知影，伊一定心肝足艰苦的。这一摆，你阿兄是为着要甲你准备判费，毋知去中着人的圈套，差点仔就无性命。你若是搁耽误你的科技，你阿兄若知影，一定会足生气的。其实你关心你阿兄安尼是毋对的，你应该爱上惊赴考。如果你若考着一关半进，你阿兄若转来，伊毋才会欢喜啊。好，母姑娘，我听你的话，我即摆就来行城。
嘛靠着，我被阮寄情啊衫，我已翠翠，唔通伤心，你免搁傻，我应该爱上路。先生，你出去要爱较保重。其实已经叫这尔啊，咱转来去。公主啊，算你行嘞，行好，你唔通无水啦，你无水，水到安尼都化无水。公主啊，行好啦，行好啦。我知啦，我会啉的人，啊，你水到安尼咁才是。无水就是无水啦。哎，想袂到这个所在，还阁有遮尔水的姑娘啊！公主啊，你你是讲我三哥鱼性难介绍啊？公主啊，你伫咱咧惊啥吼？啊，为着这个查某囡仔，会使替恁后壁领出足多这麻烦找互你知影？我这回来是要找阮阿姨的，我毋是要找查囡仔呀。想袂到伫这个所在去撞着伊，我表示甲这个查囡仔有缘分啦。哎，赶紧的，你甲我探听看是啥物人的查囝？本公主要来向伊求婚。公主啊，这个所在吼，有一个姓刘后山嘛。这个人吼是好你袂领你知影？唉，什么人毋知影讲阮老爸是当今的刑部上司啊？什么人敢惹我？我不管，我讲安尼就是安尼啦。公主啊，我跟你讲啦，这刘后山吼，在这江湖上啊，会当这武艺真强，伊哦杀人不转冤，但伊啊管你是什么人的囝就好啦。啊！我不管啦，反正我要逼伊就是袂啦。赶紧的去甲找看伊到底是啥物人的查囝。什么？你这嘛讲什么？本公主要带恁查囝为妻啦。啊！你想讲你上司的囝，就会用去任所为啊？我甲你讲。我的查某囝已经匹配啦，已经有美女啊！这我不管，反正我决定安尼就是安尼啦。过几工我会叫阮阿姨来甲你送订。抽出去，明明是强势欺人啊！阿弟啊，安尼是要安怎着好啦？对啦，老爷哈，刘公主因大兄刘和山若有一个吼，等下会使甲请来，一剑将伊甲太太好死上好啦。何三爷伊即摆行踪不便，咱想要去倒位啊找伊？对，你别烦恼，阿爹来找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找出刘和山。果然刘和山买着这件破庙来，
若无毋对，你即几工失踪，拢一直秘伫遮，伫咧照顾刘和三。是要安怎？前几工我甲所有的高手，拢被恁大兄华凌风欺骗去。然后我倒转去了，愈想愈毋对。我认为刘和三无法度插实飞上天，所以我才守在即间破庙附近，然后发现到你伫遮伫咧出入。我问你，你将刘和三掠去倒位？迄是我才要问花小姐你啊！讲，刘和三到底现在人伫倒位？伊一直拢袂踮咧遮。我哪呢？拄照我来，哪会无看到？侬敢会走去啊？免甲我伫咧顶钱，讲，刘和三到底现在人伫倒位？我甲伊讲，我毋知影。你毋知影？我嘛毋惊你毋知影。所在，讲，我毋知影，我真是毋知影。注意，刘和三自从死受重伤了后，拢一定伫山顶的破庙伫咧疗伤，而且华小姐伊嘛一直伫伊身躯边伫咧照顾伊。前几工，咱伫破庙嘛有去撞着华小姐。对这点分明会用证明讲，因兄妹两个人早就共同串通要来欺骗咱，暗害刘和三。华少爷，小大姐所讲的是毋是真实的？假说若是事实，我是袂当原谅你。对，咱已经甲刘和三势不两立，刘和三若是无死，咱就袂歹无。对。刘和三非死不可，应将刘和三交出来。我毋通怪阮对你无客气。大哥，为什么突然间赶离开破庙？我真是毋知伊去倒位。你讲，刘和三的伤已经好了。我嘛毋知影。哼，注意，你听，因兄妹两个人所讲这几句话。更加会用证明讲，因早就串通暗害刘和三，要欺骗咱的事实啦。讲出刘和三的忠心之处，若无咱绝对免了伊。对。我毋知影。毋知影？那你我绝对无了你。go， 华少爷，你先出来。你就是要跟阮为定心？讲，刘和三现在人在倒位？刘和三，你来！刘和三呢？